重庆台南安平的平安里甲石门社区举办白肉粽的比赛。参加比赛民众赶紧提粽盒白粽，这是安平区平安里所发起白粽的比赛，向真侪人来遮报名参加。活动分比赛组和体验组，看谁包个上水。体验组有真侪毋捌白过粽的民众参与体验，有真侪位老师现场来教。入去林准系学校飞书群体验白粽。家长大家拢会晓啦，白粽愈来愈少人会啦，所以这个要传承下去。安平上高主席里长蔡丹阿丽除了伫咧现场传教白粽的撇步，嘛传700粒白粽分享给里民者。我这个年的，我就想讲，我会当就是来教遮少年的，这是一个足好的代志。这个活动将传统节日斗打趣味的体验展现生活，同时嘛希望让更多人来学免做白粽，将文化传承落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